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新正年照咱民间传统的风俗，拜过食过，像讲甜过过年，发过发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过过月过读第二条，毛人读做过。这个果就像糯米或者是粳米挖做酱料后做的食品，依照产的原料无同，像讲有甜果、咸果、红菇果、发果、油炸果、菜头果、五花杂色。另外，糯米挖做酱料后，入入去到布袋，底石头甲水二条，用米浆变做有形，用来做圆仔或者是泥果，咱讲是果菜，毛人讲是米菜。另外，用米、麦啊、豆啊、硬粉做的食品，华语拢讲是糕，也毋过台语就分做糕甲果无同。糕大部分拢上米或者是豆仔类硬粉用模仔做的，果嘛有果模，也毋过果的水分较济，若糕的水分就较少。当然，这款的分法嘛是有例外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，这两句俗谚语拢是和果有关系。头一个咱看到读做阿婆吹果，意思就是倒塌。普遍的讲法是讲阿婆已经有岁啊，体力精神拢变较歹，都要用真侪精神去吹果，安尼就袂好。一个无注意，果会落落去，卖袂出去，歹食。若吹果倒塌，就是意思了钱。第二个咧，读做目睭看日果，脚散大道火，代表讲你咧危险，家己煞唔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婆过年无用咧吹果，结果目睭看日果，脚散大道火，一个无细哩煞互顶烫一个，这下都爱去医生看，爱膏药啊。该在无啥要紧，也毋过算算的卖过钱，无够付医药费，真做阿婆吹果倒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果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假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